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南投埔里有民众坐公车，经过想要落车的站，甲司机讲要落车，但是司机来拒绝，民众是气甲甲司机叫，司机嘛气噗噗，讲民众想要落车的点是南投客运的站牌，伊是专行客运的，迄站并无站牌，无站牌就袂当停车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嘛是对乘客负责，但是说互对方糟蹋，实在真无奈。 真的很烦，就停车好不好？认真就没有。乘客要落车，也毋过伊坐客运，第一想要落车的所在无设公车站牌。不要啰嗦了啦！我是按照规定做事情。不要再吵了好不好啦？乘客坚持要落车，公车司机也坚定拒绝。你确定你要骂我？你确定你要骂我？我这里都有录影哦，我录音哦。赶紧去死啊！ 无设站牌，司机就袂当停车，乘客转起掠讲。下车啦！站牌还没到，到了啦！还没到，前面。这里下车！这里下车！这里才是站牌。乘客原要落车的所在，就伫南投埔里第14线的南空桥。南投客运的6875号车有停站，也毋过专行客运的无。乘客这就是专行无伫遮设站牌，敢会当停伫观音桥站。乘客对观音桥落车，爱回头行1.5公里，超20分钟。别的司机都在这边下的啊。 只有那个司机不一样啊，那司机比较年轻。那你们就常常坐。他名牌被拿掉了。乘客控诉专行客运的董事司机态度歹，佮无爱回方便。不能说你一个人家，又不是游览，又不是那个自己的计程车。我觉得本来就要在站牌下车啊，那个本来就都是这样的啊。不让他下就坚持啊。 公司规定的嘛，我给他下了，我会被罚钱。其他公车司机也认同，专行客运的司机无伫无设站牌所在互乘客落车，主要是因为公司有规定，也有安全的问题。乘客失控甲司机讲，也互当事司机真无奈，敢若希望乘客会当守规矩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